呢個叫做饑餓地圖2015，係由一個叫做全球糧食計劃嘅組織，英文簡稱 WFP 所發表嘅。全球糧食計劃組織係現今最大對抗饑餓嘅國際性人道救援組織。喺個地圖上邊 ，WFP 會按照每個國家營養不良人口百分比，要為國家塗上唔同嘅顏色。首先，我哋睇下每隻顏色係代表咩數字。喺度灰色係代表冇數據，深紅色係代表35%或以上人口係營養不良嘅，係個非常高嘅數字。左手邊呢度紅色係代表25至到34.9%，係一個高嘅數字。而隔離再左手邊橙色呢度係代表15至到24.9%，一個中高嘅數字。再落去係一個黃色，係代表5至到14.9%，係個中低嘅數字。而最左手邊嘅綠色係代表細過5% 嘅人口係營養不良，係個非常低嘅數字。好啊，我哋翻返去地圖睇下。喺個地圖嘅左邊係北美同埋南美洲嘅國家，我哋見到個情況都係好好嘅，大部分國家咧都係低過5% 人口係營養不良。去到地圖嘅中間呢度咧係非洲國家，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幾乎有10個國家，佢哋嘅情況係好嚴重嘅，有咗紅色同深紅色，即係代表咧有25% 以上嘅人口咧都係營養不良嘅。而再去到地圖嘅右手邊，而我哋身處嘅國家中國，個情況就係5至到14.9% 嘅人係營養不良。值得我哋留意一點咧，就係地圖呢度有個圓圈咧，俾咗啲資料我哋。呢度講到咧，大約有8億嘅人口，即係全球9個人裏邊有1個人咧，原來每晚瞓覺上床嘅時候都仍然感覺肚餓嘅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全球嘅情況。